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回咱伫绿色关怀者的第一讲，牧师有甲大家分享过，咱爱调整咱的眼光，咱应该爱注重上帝的事，爱注重正人的事，以及关心家己生命的事。牧师也期待透过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继续甲大家来分享，教会应该安怎做来关怀弱势者。咱的心态爱安怎调整？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阮有时毋知影要安怎去满足你的心意，但总是你的话语充满规律，会当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站，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眼光。阮恳求主，伊透过今仔日你的话，搁一遍来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仔所读的这段记述，是一个伟大的新约。咱要对这个新约中间去思考，安怎伫一个无完全的世界中间，来加添一寡温暖，来活出怜悯甲疼。今仔所讲的这个新约，是福音书所记载唯一生落来的失明的事例，而且四本福音书中间只有提到这个人一出世就失明。当耶稣甲伊的门徒伫路林咧行的时阵，拄拄到这个一出世就失明的人，所以当伊的门徒看见伊这个人的时阵，心中就产生一个久长以来犹太学者一直咧讨论的题目，就是一个人受苦，当然因认为是甲一个人犯罪有关系。就讲受苦甲犯罪是连做伙，但是一个人打出世就失明，就受这款的苦难。如果是犯罪的缘故，安尼到底是啥物人犯罪？所以因着借这个机会问耶稣讲这人生落来就失明，是伊犯罪，也是伊的父母犯罪。一个人生落来就失明，如果真正是照犹太人所讲的，是甲罪恶有关系，安尼到底是啥物人犯罪？犹太的神学家有两种无同款的看法。牧师甲大家分享。伫咱的这个周报笔记，咱两个来倒并。我先讲第二项，就是祖先犯罪。有一个人生落来就失明，的确是伊的父母甲伊祖先犯罪的结果，这是第一个推论。因为伫旧约有一种囝儿会去承接父母的罪的思想，譬如讲，咱来看10条诫，其中10条诫安尼记，伊讲毋通跪拜，也是侍奉任何偶像，因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绝对无用阮甲我对立的心灵，怨恨我的，我要处罚因，甚至到3、4代，的子孙。但是后壁佫有一句啦，那敬拜我、侍奉我的，我要祝福因到万代。其实这段经文其实是咧讲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怜悯是超越过伊的咒诅、伊的处罚。但是因为有这款的经文的记载，所以有一寡犹太学者认为讲，一个人犯罪是遗传的，父母的罪，囝儿爱来承受。所以这人一出世就失明，的确是伊的祖先犯罪。咱若看其他的经文，譬如讲以赛亚，嘛有一款的想法，
我要因为因甲因的祖先所犯的罪报应因，也是讲诗篇嘛有讲，愿伊祖先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伊母亲的罪过无被消灭。所以拢有即款的观念，列祖的罪会连累到后代的人。所以伫即款的影响下面，如果有人出世，就失明，也是讲出世就拄着什么款的苦难，可能会去用看作是犯罪的结果，就是伊的祖先犯罪，所以遗传予伊。即种人就受人排斥。实际上，咱台湾人有一点类似的观念，就是看一个人遭受什么款的困难，还是患难，就认为讲这祖先无积德，还是讲什么祖先犯了什么款的错误。所以一般人有即款的概念。但是咱若详细看圣经咱圣经袂当安尼尔看一段尔咱来规本圣经安尼同本圣经来看咱若看到后面的先知书即款的观念有改变。譬如讲，咱若看到耶利米，也是讲以西结，佫有一种无共款的讲法。耶利米31章29节到30节讲，迄个时阵人无搁再讲。老爸食酸的葡萄，囝儿的喙齿煞酸歹。反倒转，什么人食酸的葡萄，什么人的喙齿就酸歹。各人爱因为家己的罪过死亡。以西结18章安尼讲，只有犯罪的人该死，囝儿无需要为着父母的罪受折磨，老爸也毋免为着囝儿的罪受折磨。意思是讲，家己所做的爱家己承担，家己所犯的罪家己承担，这罪袂遗传所以因为这款无共款的概念，产生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安尼既然毋是祖先犯罪，安尼就是伊家己犯罪。安尼大家产生疑问一个人还未出世是咩犯罪？有一寡犹太神学家认为讲，人伫出世之前就会犯罪。因相信一个人伫伊的老母的腹肚内底，就有可能犯罪。比如讲，咱上出名的大笔所写的忏悔诗，诗篇51篇，伊安尼讲：我是伫罪孽内底生，伫我母亲怀胎的时就有罪。所以，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嘛相信灵魂伫人出世之前就存在。有一部分的灵魂是好的，有一部分是歹的。一个人出世就失明，真有可能伊出世之前就犯罪的结果。但是无论安怎，因拢要将一个人拄着困难、拄着苦难，甲犯罪连做伙。所以门徒借着这个出世就失明的人，这个机会，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因期待会当得到耶稣做神学上的解说。但是咱来想一件代志，当门徒咧问这件代志的时阵，因是伫什么场合咧问？因是伫这个出世就失明的人的头前问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件我尔残酷、我尔无情的代志。因竟然将一个人的苦难，伫伊面前提出来做神学的探讨。这是何等残忍、何等的无情！就像因这款无情、残忍的原因，是因为因将因家己的需要放伫别人进前。因为因遐尼较无耶稣互因一个神学上的解答，这种较无的心去掠走因的人生。因照你讲，会当离开迄个现场了，较问耶稣嘛？何免可伫这个人的面头前，用侮辱性的言语，伊的面前问这个问题？
咱看耶稣安怎面对这款的情景。耶稣伫圣经中，甲咱看见着，耶稣介绍无亲像要解说犯罪甲受苦的关系，因为耶稣真清楚一件代志，讨论一个人为虾米受苦，对这个受苦的人一点仔帮助嘛无。所以耶稣大回答讲，伊的使命甲伊家己，甲或者是伊父母的罪拢无关系，是要伫伊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真知，如果伫即个受苦的人面前，一直咧研究，一直咧探讨伊受苦的原因，真正无法度解决受苦者的问题，反倒当互伊愈发痛苦。受苦的人真需要的是安慰甲解决痛苦的方法。同时，伊也明白，本土真正的需要，毋是去了解神学上的苦难的理论。本土真正的需要是做另外一个真重要的操练，就是爱因去怜悯这受苦的人。所以伊讲，这人受苦，甲伊家己也是伊父母的罪无关系，是要伫伊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互咱明白，人的受苦会当显出上帝的作为。当一个人受苦、忧伤、痛苦、失望的时阵，拄啊是显明上帝恩典上介好的时间。但是爱有一个关键，就是伊四周围爱充满怜悯的人。所以，这个信仰，互咱有以下3种对怜悯的提醒。我属一项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咱来知，咱应该爱伫苦难中间去看见家己的责任。耶稣讲，伊的使命，甲伊家己，也是甲伊父母的罪拢无关系。其实是咧暗示讲，伊现时的受苦，甲伊家己、甲伊的父母无关系，是甲咱有关系。当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人，看见别人在受苦的时阵，伊感觉这个人的受苦，甲我有关系。伊感觉伊对这个人的受苦，伊有责任。啊，这就是疼，这就是怜悯。其实上帝互咱有每一个人拢有存在这款的心。譬如讲，咱常常伫这媒体中间看见着，可能有人车祸，就马上有人去斗相共。有人处理交通指挥，甚至有人感觉讲，迄日头伤过炎热，有人替伊压线、压雨线，来掠日头，还是讲掠落雨，互即个受伤的人袂搁较重的受伤。大家想要斗相共，有人拍电话去叫救护车，问讲这个人会当较紧得到帮助。这就是怜悯嘛。因为咱看到一个虽然跟咱无关系的人，但是因为伊受苦，所以马上跟咱连结。咱感觉咱对伊有责任，这就是怜悯。若无情的人、冷漠的人拄啊倒病，别人的囡仔死袂了，人的苦难跟咱一点仔关系嘛无。那安尼这款的心态，就袂当成全上帝恩典甲信赖。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同咱讲，别人的苦难中间，咱来看见咱家己的责任。咱要有这款的观念。我记我过去伫南部咧服侍的时阵，迄个时阵有时教会开会会订便当，有时订了较济。也是讲开好会的时阵，咱知影开好会的时阵，拢爱加量挂但是往往拢会剩真济才食米，剩才食米，佫袂当，迄物件会歹嘛吼，放久就歹袂当保存，
所以一定要马上来消化掉，无单调是做无菜。所以若有拄着即款的情形吼，我拢会甲伫台南有一个咧关心这街友的一个机构，叫做恩友中心吼，世界拢有恩友中心，台北嘛有吼。我拢会甲因联络，甲有一个牧师伫遐咧负责。因的礼拜是伫下晡，礼拜了会供应一寡餐点，嘛会去分送遮的餐点。所以若有剩遮的食物，我就会来送去这个恩友中心，互因分互遮的街友去食吼。有一遍，我会记应该是开好会了，剩出一个便当，毋知影怎处理，我就甲这个牧师联络。用车来载过我就拜托我的后生，迄阵伊还咧读国中，我讲你帮爸爸倒搬迄物件做者帮爸爸倒搬，然后我就开车去，阮就把迄物件摕落来。迄个牧师就人讲，即马差不多要分便当的时阵啦无恁两个人甲我做伙去分啦台南市迄个街友介济个所在，就是伫即个火车头边迄台南公园的对面，遐有一个迄个地下道因为地下道对因来讲是一种会当保护因的所在因为迄个所在落雨袂去压着雨，若寒天迄个所在嘛较温暖但是因久长拢住伫遐所以遐有较乱较垃圾台南市政府采取的方式是较温柔的无去人赶走所以会落迄个地下道的人真少啦就是讲普通人袂落去迄个所在我嘛是过去嘛无真侪机会落去迄边我就甲因做伙落去遐分带阮后生落去就看到真侪遐个街友因就拢伫遐用底布还是纸皮仔箱布伫咧涂骹一人拢占一个所在迄就是因家己的厝分便当的时间到，因拢会伫遐听候阮就一个分便当带因请安分了分一轮了就起来。我要转来的时阵，我就开车，我做烦恼阮后生因为第一遍落迄个所在毋知敢会惊到袂所以我就问讲你今仔你有啥物款的感觉啦我小公一定讲爸爸，迄个所在有够恐怖，我以后毋敢去结果伊老回答讲，爸爸，我感觉即群人真需要有人帮衬我听到这话我心肝是足安慰我感觉讲，咱伫教会中间常常咧讲听，咧讲爱关心这需要的人你若无真正去做，你袂去体会到这人真正需要。伊做了，伊就我讲。这人真正需要人帮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人原本就是甲咱无关系，但是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自然而然，上帝互咱的良心会将咱甲因牵做伙。咱对伊的苦难有感觉，咱感觉这是咱的责任，这是成就迄个人民的第一件事。所以咱来理解这点。第二项，咱继续爱做的就是，除了咱有这款的意念以外，咱感觉是咱的责任以外，咱得爱有实际的行动去消除因的苦难。上帝要借着咱为这受苦的人带着淡薄愿望，对伫遐苦难中间的人，咱会当因显明上帝荣耀，方式就是伫关怀的中间，爱有实际的行动。圣经记载，后来耶稣伫这个人身上加一个新粒，互这个人目睭会当看见。耶稣用上帝予伊的能力来显明上帝的荣耀，这互咱真大的启示。咱若愿意去帮助受苦、受难、悲伤、痛苦、忧闷中间的人，上帝就借着咱，加做一个器具，将对上帝来遐的疼、甲帮助带予遐的人。
咱若学习耶稣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苦难中间的同胞，都是显明上帝的荣耀。咱看见着耶稣伫路加福音书讲一个大家拢听过的譬如，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伫这个故事中间，讲到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信仰毋是种知识顶面的了解，是爱将伊实行出来。咱知影故事中间有三个真重要的人，是祭司、利未人甲撒玛利亚人。祭司甲利未人，因是宗教领袖，因对圣经中间的诫命、律法拢真清楚，因非常知影爱听人亲像家己同款，即款圣经的教训。但是伫实践顶面，因就真欠缺，因无去帮助迄个受苦的人。但是撒玛利亚人有实际行动去帮助伊。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譬如了，伊就倒去问伊这个问题的经学教师，讲照你的看法，这三个人中间，倒一个是遭遇到强盗迄个人的厝边？教律法的迄个人就安尼回答讲，用仁慈款待迄个人。耶稣马上对伊讲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伊讲：安尼，你去照样去行。意思就是讲，你有若知影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但是你却无行出来。真正的听，是需要付出行动，才算作是完整。了解听是一回事，将伊实践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无行动的听，毋是真的听。检查有人会认为讲，不是哦，阮也无亲像耶稣遐尼大的能力，会当互生命的得到看见。检查咱无即款的能力，但是上帝互咱有温顺甲能力，咱会当诚做失明的人会引带，诚做因的同伴，为因带路。咱检查无法度互摆开复原，但是咱会当诚做因的扶持。因为咱彼此的帮衬，互即个不完美的世界减轻淡薄苦难。咱教会有成立迄个心手相连的小组，咱每一个礼拜拢会当看见着因伫1楼甲10楼，遮帮衬扶持遮的盲朋友，互因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上帝。这是一个真简单的动作，但是总是我相信盲朋友心底有真侪的感谢。所以因可能较无方便淡薄啊，但是因为有人帮衬，因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这就是咱会当做的，会当学习的。其实咱生命中间有真侪真好的典范。牧师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咱若去花莲的门诺医院，咱会看到有一个鱼池仔，这鱼池仔叫做海莲池，这是为了纪念一个魏海莲宣教师。伊是伫1905年出世伫当时也属俄罗斯的乌克兰，为了闪避当时的共产政权，所以规家前往加拿大。因拢是真敬虔的信徒。伊伫加拿大受即个护理学校训练毕业了后，伊就决志要做宣教师。伫民国46年，伊来台湾，伊甲门诺医院的前院长博罗兰宣教师共同投入花莲原住民的医疗甲社区保健工作。伊捌做过门诺医院的护理主任。伊伫台湾工作30几冬的中间，伫门诺医院做30几冬，伊从来毋捌领病院1块银，伊拢是靠当时伊的母会支援，就是讲伫加拿大的门诺会的支援，来互伊暂保生活费用，
但是虽然这费用无真济，但是伊却将大部分拢省落来。其实伊是将伊所有的时间甲有限的生活费用，拢奉献予上帝甲病人。伊伫台湾服侍30几冬，70岁时阵退休，要回去加拿大。伊就甲伊的同事讲：我有留一寡物件吼，我带袂回去加拿大啦吼。这物件拢还会当用，就请恁会当摕去用吼。伊的同事起来巡吼，发觉伊有一台冰箱，有一个门床，阁有一条椅仔，吼。有一个电风，但迄个电风虽然会转，但是无风啊，吼。阁有一支螺仔，吼，但迄个螺仔已经断过来伊迄个吼，迄个喙齿安尼，吼。所以拢已经真旧啊，但是伊来当作宝贝。伊讲遮拢还会当用，恁留咧用，吼。伊的配单是人喺美元的面粉地所车出来、所制成的，吼。所以咱看伊偌欠嘛，但是伊对帮助人，伊从来拢袂提示。伊咧服侍人，就是拢无咧考虑家己。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甲伊做伙去巡即个原住民社区去拜访一个护理师，甲伊做伙去。因讲伊有一遍去到一间厝这个厝破破烂烂，而且到门口的时阵，就闻到内底有酒味甲迄个屎尿味，吼。门拍开一个看一个大人安尼，像啉酒醉倒伫门床顶面，然后两个囡仔脱北切伫涂骹，已经放尿放屎放规厝间内底真垃圾。这飞去的这护理师想讲，这到底咩行入去？我想伊当咧想这件代志的时阵这个卫海连宣教师已经走入内底。将迄个囡仔抱起来，迄个囡仔是垃圾甲讲鼻屎流，目屎哥一堆，佮放屎、放尿，规身躯做垃圾，但是伊来抱起来，来揽咧，因为迄囡仔咧哭，来揽咧，来安慰，佮来斟，讲伊要转来的时阵，这陪同伊去的护理师讲，心肝想一个问题讲，兼讲这外国人比我较疼咱台湾人。所以伊做的代志就互感动。伊甚至当时阵伊去探访的时候，发觉讲，有一寡原住民的社区，受到真济无好的影响。比如讲，有人爱食薰、爱啉酒、爱食槟榔，伊感觉讲哇，这对因的健康真大的损害。有一寡物件适当就好，但是若超过就真无好。所以伊就利用假日，甲当地牧师、甲村里干事，甲公共卫生的人员，共同来推动这个戒酒的运动。1981年，伊成立台湾第一个戒酒伊讲组织戒酒无名会，而且伫一个村社内底推动，结果迄个村长受感动，鼓励全村的人。拢戒酒，甚至将因无啉酒省落来的钱去一间教会，迄伫咱台湾的马远村，所以伊就是用这款的态度去服侍，伊知影别人的需要，知影这是伊的责任，伊阁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需要的人。最后一项，咱看去到耶稣最后安尼讲，伊讲趁到历史。咱必须要做找我来迄位的工作，暗时一到，就无人会当工作。咱的规律就是，你是爱做工，暗时就爱休困。耶稣讲这是一个譬如，讲伊的时间无真济啊，11日黑暗就要来临嘛，伊就无法度做这代志。其实咱每一个人的情形拢相共，上帝互咱的时间拢是有限的。所以，咱来明白一件代志，咱应当做的代志，都要伫有限的时间内底完成。
咱无应该将应当做的代志，咱想讲以后我阁有时间通做，是讲等我退休了较做，等我有闲的时阵较做。有时阵，当咱想要做的时阵，迄个机会已经无去啊。所以保罗嘛安尼讲有机会就爱正人行好，信徒一家人更加应该安尼。咱人生上该遗憾的代志，就是有一寡应该做的代志，咱无做，到发现要做的时阵，已经无时间通做。咱可能要服侍的人已经无去啊。可能咱要来对讲感谢的人已经无去啊，也是讲咱家己已经无能力通做这代志。做亲爱兄弟姊妹，请咱爱警醒，应该爱做的代志，咱就来完成。咱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充分利用上帝予咱有限，就是宝贵的时间，完成上帝爱咱做的代志。伫遮牧师阁要来大家提醒咱生命树的时间，每一个写即个卡伫即个树顶的人，拢爱继续替即个你所提名要服侍的人来祈祷。每一个写伫顶面也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的名，拢是上帝要抢救的灵魂。咱应该趁咱会当做的时阵，咱就尽力来做。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赏赐阮智慧、丰盛的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完成你交代阮做的一切事。特别伫弱小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看见阮的责任。用实际行动帮助因脱离苦难，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